近期好多朋友咧，佢會不停喺度諮詢我，問坦洲嘅樓到底值唔值得買？其實呢個問題取決於你，係冇絕對性嘅。如果你有關注坦洲，咁證明就係你想買坦洲，咁你嘅預算可能就只可以買到坦洲呢度新大嘅樓，咁你珠海係俾唔到你嘅。珠海如果按照同樣價位，你真係只係買個老破小，你話啱唔啱啊？因為你已經係睇透咗啦，你先至會睇坦洲呢個地方嘅。同樣個價位，你喺坦洲度買一套真係非常之大嘅4房，享受型嘅4房。我哋呢個位置翻到個珠海，可以講得上係5分鐘，地理位置係非常之優越嘅。有冇諗過坦洲係珠中同城最直接受益嘅板塊啊？5分鐘到珠海市區，10到15分鐘可以到達珠海嘅3大型嘅一個商圈，新寶源店、華發松都以及中海環宇城可以輕鬆到達嘅。同埋我哋樓下嘅話有公交車以及直通車翻到過去珠海市區拱北口岸以及廣州口岸，係咪啊？你如果想翻去拱北嘅上班，係咪啊？嗱，有紅巴 A 線 B 線，5蚊雞可以翻到過去拱北，20分鐘嘅距離嘅啫。如果你想翻到港珠澳或者係翻香港嘅話，無非係圍到就係半個鐘到廣州口岸，1個半鐘到2個鐘可以到香港嘅啦。咁我點解唔可以諗呢度啊？雖然坦洲一個鎮區係咪，但係價錢會比珠海呢個特區要平1倍喎，兄弟。咁我點解唔可以諗？係咪啊？如果係話你仲想去了解坦洲更多嘅話，可以隨時咁關注我或者私信我。